大家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实际操作电子书的操作过程。首先我们要下载2个软体，第一个软体呢叫做 Sigil SIGIL， 那这是一个电子书的编辑软体，专门用来编辑 EPUB 格式的电子书。我们点选进去，然后我们再点选这个 EPUB Editor， 然后这边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做下载的动作。然后另外一个呢叫做 Page Edit， 它是一个 XHTML 的 Editor。那我们点选进去，那一样选择 Download， 然后选择 Windows 的版本。那有了这2个软体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编辑。那我们可以直接安装这个 Sigil， 那这个其实它的设定就直接按 Next 就可以了，或者是你要关联到 eBook 的 file 也可以，把这个勾选就可以了。安装完毕这个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安装刚刚下载的这个 Page Editor， 因为它是它的一个 component， 一个附加的一个功能的程式。好，那它在安装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可以开启我们的 Google Editor， 这时候你需要一个 Google 的账号，然后在 Google 账号里面呢，你可以开启我们的文件。这时候你可以创造新的文件。我们总共呢需要有4个步骤。第一个呢，我们先用 Google 文件呢来制作内容，接下来打开 PowerPoint 制作封面，然后再用 Sigil 来输出电子书，最后在 Google Play 上架。所以我们的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先在 Google 文件中制作那个电子书的内容。你可以把你在 Word 打好的采访稿或者是采访的内容，把它贴到我们的 Google Document 里面，或者是直接在这上面做编辑。那放在 Google 文件最重要的工作呢，就是你要把它的标题层次都设好。例如说，这是第一个标题，所以呢，我们把这个它的层次样式呢改成标题1。好，所以这些都是标题1。那有时候你会有标题2，例如说它里面的一个说明，例如说系统开发，好，这段在讲系统开发，或者是这一段呢在讲的是云端书柜。如果刚刚这个是第几章的部分，这边可能是第几节，所以这边呢可能是我们的标题2。好，你可以套用标题2。好，套用，只要选择我们要套用的地方。好，这是我们的标题2。好，那如果有图片的话呢，也一样在这时候把它放进来。好，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图片，好，你可以选择插入图片，从电脑里面。
好，把你在访谈过程当中的图片呢，把它贴上来。好，那都整个编辑完毕之后呢，就完成了。好，那你可以把它下载成为 EPUB 格式。好，那你就有第一份 EPUB 格式这个部分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安装了那个 Sigil 的版本，那接下来呢，再安装这个。等我们先看一下安装到哪里。好，这个完成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再安装 Page Editor。好，为什么要安装这个呢？如果你直接目前把它打开的话，好，它是只能看到这个原始的XHTML 的那个版本的资料，哈，有点类似那个网页的资料。好，你这时候你可以把它打开来，开启你的电子书。好，那如果有要修复，就自动让它修复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电子书的版本。好，电子书版本，其实在这边也可以，这边就可以直接来进行。好，不过我们是希望在编辑的地方呢，好，这边可以用一种 YUC、YUGET 的一个方式来做编辑。这个，好，所以我们先把它关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执行这个 Page Editor 的安装。好，那我们也是接受 Agreement。好，安装完毕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你再点选一下那个编辑的软体。好的，我们这时候呢执行了 Sigil 来这个编辑器的部分。然后这时候呢，你只要在外挂的管理外挂的地方来做设定。你可以选择一般设定里面的基本，然后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先把这个 EPUB 格式先预设为 3.0 的版本。好，因为 3.0 版本可以接受这个多媒体的部分。然后这边有一个设定你偏好的外部 XHTML 的编辑器。好，那这时候你按浏览。好，你找到那个 Page Editor。好，找到这个 Page Edit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外部编辑器，然后确定。好，这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完成设定了。好，然后你可以先关掉。这个我们可以再新增一个，这边就是开一个新的 EPUB 3的格式。好，那或者是呢，你可以开启旧档，然后开启这边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资料。好，那这边呢是那个原始码。好，你可以，如果你学过 HTML 的话，你可以很清楚，可以在这边做一个编辑。那如果你不是很了解的话，你可以使用这个编辑器。好，那在这边可以做一个编辑的部分。好，在这边做一个编辑的部分。好，那如果你不想要在这边做编辑的话，那就在 Google Document 那边部分呢编辑好之后再过来。好，那随时随地呢都可以在这边做一些新增。好，例如说我们这边，好，你也可以新增一个图片。好，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先把这个 edit 关掉。
好，然后在这个地方，好，例如说这边有一个 video 的部分，好，你按右键，好，增加已经存在档案。好，你可以在下载的地方，好，新增一下你的影片的部分。好，你这边可以，例如说你想要新增图片、影片都可以，另外再新增这样子。好的，我们可以在 video 这边呢，我们按右键增加已存在的档案，然后我们把我们要的影片把它放进来，这样子呢，点选进来，好，它展开之后这边就会有一个影片。好，你可以在你的编辑器上面，我们再点一下这个，好，编辑器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插入一个，点选这个图片，好，你就可以点选插入我们要的这个影片。好，那这个影片呢，其实是蛮大的，好，然后我们先把它存档，好，然后把它关闭。好，那你可以在这个浏览器这边看一下这边。好，那这边有一个就是你大概它的 tag 名称叫做 video 啊，所以你这边呢只要输入它的宽度，好，双引号，例如说你叫600，好，那它就会那个依照比例呢等比例把它缩放成为宽度是600。好，那当然如果你要大一点，例如说你要800也可以。好，那它就会变大。好，那这个可以这边做一个编辑，好，所以大概可能知道这边要修正这样子。好，那你整个做完毕之后呢，你整个做完毕之后，你可以看到你这边的话呢，这边就是你的资料的部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先把它存档一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你就可以开启那个 PowerPoint 的部分。好，然后我们新增一个 PowerPoint。好，那在 PowerPoint 这个地方的话呢，你可以按点选一下那个设计的地方，然后投影片大小，好，然后选择自定投影片大小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要制作的是这个封面的部分。好，那封面的部分的话呢，就按照它的这边的格式，我们这边选择投影片大小，选择自定。好，宽度的话呢，我们就是28.8。好，高度的话呢是33.9，好，直向的嘛，好，然后确定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的话呢，内容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它，我们就用确保这样就可以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这时候呢，你可以插入一个图片，好，就是你自己可能自己设计好的图片，然后或者是这边。好，把它放到最下层，然后这边的话，你就可以打你的那个电子书的名称，好，作者，好，当然就是你自己啦，好，出版社，好，然后好，时间等等的，好，那这个你可能可以自己再设计一下，好，它的字型啊，或者其他的，好，这个就自己再设计一下这样子，好 ，OK， 好，或者是你不要用这个颜色，你可以用白色的什么，好，这就自己去设计就好了。好，那这个就把它做完毕之后呢，把它另存，把它储存一下啊，这是我们的 book cover。
然后你把它的那个图档呢把它存下来，好 JPG 档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有了封面档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回到我的电子书这边。好，然后这时候呢，好，你可以选择这个工具的地方，然后新增封面。好，我们先把图片放进来。好，在 Image 这边，好，一样新增一个已存在的档案。好，这个。好，再选择工具的地方，新增封面。确定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你的这个书本浏览器的地方又多了一个 XHTML， 就是 cover 的地方。好，那这就是封面的部分，封面的档案。然后这是我们内容的档案。然后这边有一个 NAV， 你点选它，你会发现它怎么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目录？好，那这是因为我们刚刚我们在 Google 文件中我们用的那个阶层嘛，就是标题1、标题2这样子，好，所以它自动帮我们产生这个目录的部分。那这目录就具有超连结的功能。好，那你也可以呢，在这个产生目录的地方，好，这边工具的地方呢，好，产生目录的地方，好，或者是编辑目录的地方呢，好，你可以做一个删减的一个动作，好，例如说你可能可以调上下，或者是删除等等的，好，这边做一个调整。那或者是它如果没有出现的话呢，没有出现目录的话，你也可以在目录这边做一个产生目录的一个动作。好，这个就是目录的部分。那最后呢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工具里面的中继资料编辑器。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数位典藏上面说的这个 metadata 诠释资料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加入我们的中继资料。好，那我们加入了作者。好，我们点选这边加入作者。好，标题的部分，好，标题部分你也可以做需要修改，好，例如说你这边可能是客庄主工艺，或者是客庄介绍，主工艺，好，随便，好，这边，好，然后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出版社。好，那做完毕之后就把它确定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是把 metadata 也加进去了，好，就在工具的这个地方，好，然后做一个动作这样子，好，那其他的话呢就不用了，好，其他的就把它存档，好，其他就可以把它存档了，好，那影音的动作我们刚刚也做了，好，所以你可以回来看一下你的资料，好，影音的资料都有了，好，文字的部分，好。那整个做完毕之后呢，好，最后一个步骤呢，就是 Google Play 的这个上架，好，那我们一样到 Google 的地方，我们点选这边，好，我们直接搜寻好了 Google， 好 Google Play。好，那你就点选 Google Play。好，这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点选呢我的订阅内容，然后里面图书，然后我的书籍，好，那你这边的话呢，因为这边都没有资料嘛，好，你这边就选择上传档案。好，选取装置中的档案，就是我的电子书的这个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就完成了，就完成整个电子书的这个制作的过程。好，所以它的流程的话，就是我再说一次就是有4个流程。第一个呢，我们先用 Google 文件来做一个编辑，当然你也可以用
像 Word 啊，或者是其他的编辑软体。好，第二个呢，再用 PowerPoint 来制作封面，那或者是你要用其他的 Adobe 的 Illustrator 啊，或者是 Photoshop 来制作封面也是可以的。好，那第三个步骤呢，就是 Sequel 的电子书的一个编辑的部分。好，加入这个 Metadata， 好，加入封面，加入影音资料，然后最后呢，输出电子书的格式。好，那最后呢，在这个 Google Play 上面呢，做一个上架。那这边也要提醒一下，就是版本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要用的是EPUB 3的格式 3.0 的格式。好，所以在编辑器这边的话呢，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好，这个其实它的版本，我们弄一个 3.0 的版本看一下。好，那它 3.0 版本呢是这边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其实会不太一样。好，会其实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上传的这个电子书。好，那它目前呢正在那个处理当中。好，那处理完毕之后，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封面。好，然后你可以点选进来。好，你可以翻页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你的电子书就完成了。好，那影音的资料呢？就是这边是它的那个目录的部分啊。那影音的部分的话，你可能到时候我们再检查看看，是不是因为这个电子书平台啊，或者其他的部分的不一样这样子。好，那如果电子书的影音的部分，其实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在 Google 的文件上面来做一个新增的动作。好，那这个部分我们之后可以再讨论。那以上就是我们电子书整个的制作的过程。